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6年4月30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1节到第5节，15节到16节，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，使徒行传第6章第8节到1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祝祝福。上帝呼召人是为着要予人得到福气，亲像伊呼召亚伯拉罕，是为着要赐福予伊，并且解决伊的困难。上帝赐福应允，是要赏赐亚伯拉罕甲后代土地啦这个甲伊的后裔，这两个拢是伊所无的啦上帝不但应允要赐福予亚伯拉罕，搁较是要借着亚伯拉罕来赐福予众人。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，上帝对亚伯拉罕讲：“你着离开本地本族恁老爸的家，去我要指示你的地，我要予你成做大国，要赐福你，予你的名受敬重。你嘛要予人得到福气。祝福你的，我要赐福予因；咒诅你的，我嘛要咒诅因。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离开本族本地老爸家，代表亚伯拉罕是一个无所在通徛起的。伊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伊无有后代，所以上帝呼召伊，就针对伊所欠缺来应允赐福予伊。受呼召的司提反伫咧面对压迫、面对死亡威胁的时阵，伊真坚定的相信，坚持的公开来见证国外的基督，因为伊知这是上帝予世间人的赐福，是福音，嘛是伊蒙福的原因啦使徒行传第6章第8节到15节，面对众人攻击的时，伊展露出来是一个天使的形象。司提反充满温慈甲能力，伫民众的中间行大奇事甲神迹。不过有一寡人起来甲司提反辩论，因是对于古利奈甲亚历山大来属自由人会堂的会员，以及对基利家甲亚细亚来的人，圣神赐智慧予司提反，互因无法度通辩驳。后来因要收一寡人出来讲，阮捌听到伊讲诽谤摩西亵渎上帝的话，因煽动民众长老、经学教师枪起掠司提反，将伊交予议会。因叫一寡假见证的人出来，讲这个人不时讲话攻击这个圣殿甲摩西的律法。阮捌听到伊讲，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个圣殿，佮改变摩西传予咱的规律。迄时在议会的人拢注目看司提反，看到伊的面亲像天使的面貌。诗篇31篇第1节到第5节，15节到16节。上主啊，我靠你做我的保护，求你予我永远袂失败见效。你是公义的上帝，求你解救我，求你耳耳孔听我，赶紧来救我，做我坚固的石盘，做堡垒拯救我。你是我的山岩，我的堡垒，求你照你的名领导我，引带我。人暗中设罗网来绑我，求你救我脱离，因为你是我的堡垒。我将我的灵魂交代你，上主信实的上帝啊，你会救赎我。
我会一生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救我，脱离对敌的手，甲困逼我的人。求你用你的面的光，照你的仆人，照你的慈爱来拯救我。感谢主，赐福施恩，互阮会当领受着呼召来军队，得到主赐福的应允。求主互阮有更较坚定的信心，来军队，来服侍，来见证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